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。今集嚟到奧運峰，因為業主收到強制驗窗通知，所以委託我哋做全屋鋁窗維修同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第一件事就係鋪上帆布，保持地方清潔，然後拆走窗褥，搬到後樓梯更換配件。可以見到原有配件已經出現氧化情況。嚟到防漏工程部分，因為今次單位冇大型嘅窗，師傅能夠伸手觸及到每一個施工位置，所以就唔需要搭棚啦。我哋而家喺大堂門口進行緊鋁窗安全推廣同強制驗窗登記，歡迎住戶過嚟了解更多。下集再見。